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2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59章第9节到19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完全改变。伫前礼拜，咱提到着扫罗王伊得罪上帝的代志。虽然经过撒母耳的提醒，扫罗伊有表达着悔改的意思，但是咱若斟酌听伊的言下之意，扫罗还阁是认为伊的毋对是不得已的，因为拢是人民的问题。所以，就害伊安尼惊人民，才会得罪上帝。对信仰角度来看，伊并毋是真心的改变，伊并无完全的改变。反倒转来讲，基督徒应当爱被完全的改变，才会通离开原来的样式，领受着上帝的恩典。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，虽然伊受到主的呼召来跟对耶稣，但是伊却无有完全的被改变。伫教师伫后来就因为伤过爱钱财，来出卖家己的老师耶稣基督。以赛亚先知讲到着以色列人民的认罪。圣经安尼记载，以色列人讲：现在阮才知，为什么正义伫阮远远，光明无接近阮，阮找求光明，却只有黑暗。望迄个光，却只有黑暗。阮亲像青梅伫遐咧梦，阮伫日时来跋倒。亲像伫黑暗，亲像伫阴间一暗，阮拢亲像熊伫吼，亲像井伫哀叫。望公平，却得袂到，救恩跟对阮，已经离阮远远。这段好若亲像是以色列人民因的悔罪的诗啦吼。因对感觉到家己已经离开上帝远远，因无有这个上帝的公平，也无迄个光明，也失去迄个愿望，就亲像12节到15节的经文所写的，以色列因悔改认罪并且就向上帝来恳求。上主啊，阮有济的过错，阮的罪来控告阮。阮知作恶多端，阮违抗你，弃绝你，无跟对你。阮压迫别人，离开你。阮的思想错误。阮所讲的话拢是白贼，正义已经被赶走，公理无搁再接近。伫公共的领域找袂到真理，也无有公道，一点仔真理都拢无。无做歹事的人，反倒当受歹人欺负，而且宣告着上帝的应允甲拯救。就亲像咱昨伫主日所分享的，上帝互人有愿望，互人伫迄个死亡的山谷，伫绝望的中间，搁一摆有主的恩典同在，搁一摆得到上帝的救恩。以赛亚搁继续安尼讲，上帝看见这的一切。伊因为正义灭绝来无欢喜，伊
着惊竟然无有人帮残遐伊被欺压的人，所以安尼伊就用家己的力量来拯救因，互因来得胜。伊要用公义来做盔甲，用胜利来做头盔。伊要用报复来做衣裳，用热诚做外袍。伊要按照对德所做的来报应伊，甚至住伫海岛的人也袂通免。对东到西，人人拢敬畏上主甲伊的大开力。伊要亲像迄个大水，亲像光烈风共款来到。对东到西，人人拢敬畏上主甲伊的大开力。我要亲像迄个大水，用光烈风一般来到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会觉醒，每一摆因来诚心来这个回转上帝的时阵，也是因为上帝本来就是迄个怜悯施恩的上帝。使徒行传第9章的记载，会通讲是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，就是一位本来非常凶恶、带兵恐吓基督徒，并且迫害教会的人扫罗的改变。伊对一位人听着丧胆的歹徒，互主的圣神甲伊光照了，伊就完全改变，成做一位大有气力的宣教使徒。伊甲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的。犹大是完全无改变，并且想要利用耶稣基督以及这个门徒的团体来为着家己谋取利益。扫罗完全相反，伊的生命是完全的被反转。伊对一个迫害者转变到伫宣教者，甚至被迫害的对象，完全归属伫上帝，成做上帝福音，也为着安尼来活。就连使徒也拢毋敢相信，因所接触的是迄个以前迫害因的人。当扫罗被圣神的光照了后，失去伊的目睭视力，上帝呼召伊的仆人阿那尼亚来关心照顾，并且互保罗来得到医治。圣经安尼记载，主对伊讲：“你只管去吧，因为我拣选伊来侍奉我。”伫外邦人的中间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的中间来宣扬我的名。我要亲自来指示伊，伊要成做我的缘故，遭受着种种的苦难。所以安尼，阿那尼亚就去，伊进入迄个家，手伫扫罗的身上讲：“扫罗兄弟啊！伫你到这来的路上，你现的主耶稣亲自找我来，爱互你搁再看见，并且受圣神的充满。即时有虚然亲像物件，对扫罗的目睭落落来，伊的视力又搁恢复啊，所以伊就起来接受洗礼，食过物件了后，体力就恢复过来。因为扫罗所领受的救恩甲护照，当伊得到医治了后，就热心、勇敢，并且积极传扬主给我的福音。圣经记载讲，扫罗伫大马士革甲门徒住做伙一段时间，伊马上到达会堂去宣讲耶稣，讲伊就是上帝的囝。对扫罗还是讲保罗，
伊会全然的改变。咱看见伊无搁再是为着家己来活，伊完全将性命交互主所使用。若无咱伫面对教会的财产、空间的使用、教会决定的事项，若是用个人的思考，敢是安尼会通行？迄就是咱用上帝的呼召，互人得到利益，遵照上帝的旨意呢？如果亲像头前咱所分享的，总是有人顺着即种消费心态来使用教会，只有追求家己的权利，真少谈论上帝的呼召甲家己的义务，安尼是对吗？诗篇146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我的一生要称赞上主，我活的一日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。毋通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袂话帮赞，因一个断开就归途。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，靠雅各的上帝帮赞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，伊赐食物予夭饿的人。上主透帮受关感的人，上主互痴迷的人会看见，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，上主保护出外的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，上主会永远做王。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